借爸爸依家直接示範，其實入優惠碼成日無效咧，90%人都係入錯位，揀好咗酒店同日期啦，入到結賬頁啦，揾到呢個位啦，就輸入指定嘅曲，然後撳 apply， 你會即刻見到嗰個價啦，變咗75折啦，慳翻3290蚊嘅，同時都可以獲取高達780萬嘅旅遊保險㗎。咁喺訂酒店之餘咧，想再多5%嘅現金回贈都可以做到。各位吧友歡迎收睇借爸爸頻道啊！咁呢條片主要同大家分享下中銀卡嘅一啲攻略嘅。咁我會喺4個方面啦，同大家分享下呢個中銀卡攻略嘅。咁第一當然就係BOC 即係中銀香港呢間銀行嘅特性。咁第二就係一啲信用額嘅分類嚇，因為呢啲真係好基礎嘅，但係就一定要知啊！如果唔係咧，玩卡嘅遊戲之中好難玩落去㗎。咁第三就係我自己嘅經驗啦，就係一啲有效嘅加額策略啊，針對 BOC 或者共享銀行嘅玩法啦。第三就係呢間銀行提供嘅信用卡嘅一啲最大化咁樣運用㗎嚇。嘭聲啦，先講一講呢間中銀香港嘅特殊性啦嚇。其實咧有一個不得不提嘅地方就係呢間嘢咧係跟虛擬銀行啦 Livi Bank 嘅一啲賬戶咧進行一啲綁定㗎嚇。我呢度就括住咗佢幾重要㗎嚇，因為有好多人咧都係唔係好清楚呢兩間銀行咧就好似恒生同匯豐咁有一定嘅關係㗎。佢哋嘅關係咧叫做 Group Exit Policy 啦，一啲 AML 嘅準則嚟嘅嚇。相信咧大家就唔會玩死中銀香港嘅戶口㗎嚇。但係有啲人就認為虛擬銀行冇乜所謂啦，玩死咗就玩死咗咯，最搬錢走人咁解嘅啫。其實就for 呢個中銀香港嚟講咧，就唔好玩死 Livi Bank 嘅嚇，因為你如果呢間銀行咧 Livi Bank 俾人刪除咗戶口嘅話咧，咁中銀香港咧都一樣會被刪除戶口嘅。第二樣就係一啲環球金融啦。中國嘅信用卡咧，其實你就咁去開戶咧好困難嘅，有唔少吧友都向我反映或者諮詢過我點樣去玩中國嘅卡嘅。其實咧借爸爸嘅玩法都好簡單嘅啫，只要你持有或者你已經喺中銀香港啊，或者就即使你係匯豐都得嘅，你有香港銀行嘅戶口啦嚇，嗰間銀行又喺大陸有分行嘅話咧，你其實就可以用呢個香港嘅身份證啦，去反開翻大陸嘅戶口嘅，即係具體啲嚟講就係如果你有中銀香港嘅戶口啦，你可以去攞翻中國嘅一啲戶口嘅，你攞咗國內嘅銀行戶口啦，你就可以順理成章咁樣開一啲國內嘅信用卡，再慢慢去玩嘅。第三樣咧就係中國銀行嘅信用卡咧個種類非常之多嘅，有10幾個類型嘅乜卡都有齊㗎啦嚇，總有一款啱你嘅嚇。而且佢嘅回贈咧就都相當之大方嘅嚇，同匯豐有得揮。最重要一樣嘢咧，佢比匯豐更好咧，就係佢後期嘅借貸成本係比較低嘅。呢間銀行咧，你借得錢越多咧，佢嘅利息就越低嘅。如果細心留意下佢啲推廣咧，你借100至150萬咧，佢利率咧係低到係1點幾厘左右嘅咋，非常之着數㗎。有個唔足之處咧，就係呢間嘢嘅信用額咧非常之難加㗎嚇，無論前期、中期、後期都非常之難加㗎。提一個額度啦，都重複都提一提。但係根據唔同嘅銀行定位咧，有分為2種㗎嚇。上一條片啦，同匯豐嗰條片就講咗啦，係一啲獨享型銀行嘅信用額度㗎嚇。中銀咧其實就相反嘅，佢係一個共享型嘅信用額度嘅銀行類別嚟㗎嚇。何謂共享型咧？即係話咧，你名下所有卡咧，其實咧都係共用相同嘅額度㗎咋。即使啦，借爸爸喺中銀啦有10張卡。都係得10萬蚊額度嘅啫嚇，你就算卡咗9張啦，剩翻1張，都仍然係有嗰10萬蚊額度喺度㗎。邊啲銀行係共享型，邊啲銀行係獨享型咧？大家可以睇翻借爸爸個網咧，其實我都分類咗一個出嚟㗎。呢個最基本上講嚟講去嘅觀念咧，其實就係玩卡嘅第一個 concept 嚟㗎。雖然我都唔知點解從來都冇人提及到呢個咁重要嘅觀點㗎。信用卡額度嘅類別啦，衍生出一個問題咧，就係共享型嘅銀行咧批新卡咧就非常之簡單嘅啫嚇。佢係總之咧，你肯申請咧，佢甚至 TU 都唔 check 咧，佢就會批到張卡俾你㗎。因為喺佢嘅世界咧，佢冇批出新嘅額度俾你，佢個風險係一樣嘅，所以佢都係亂咁批卡㗎啦，可以咁講嘅。相對地啦，都重複提一提獨享型嘅信用額啦。例如上一條片嘅匯豐啦，佢明顯係獨享啦嚇。咩叫獨？即係話你每申請一張信用卡咧，佢都會再獨立分配一個額度俾你㗎。第一張卡有10萬，第二張卡咧一申請佢俾多10萬你，你2張卡 total 就有20萬㗎啦。你 cut 走咗其中一張卡咧，你佢個額度都一齊會消失咗㗎。獨享型銀行咧，最有效啦，申請新卡咧就係加額最後嘅方法啦。詳情可以睇翻我上一條匯豐信用卡攻略嘅片段之中啦。同大部分人都係一樣㗎啦嚇。當年我都係面對突然間共享型銀行出新卡又唔俾我加額，我點樣可以加到佢呢間銀行嘅額度咧？我而家梗係經過咗嗰個階段㗎嚇。我同大家總結咗一啲關於共享型銀行一啲加額嘅策略㗎嚇。其實咧佢分2個策略嘅啫，一係全新客戶時期啦，同埋現有客戶時期嘅2種加額方式㗎嚇。佢就有別於呢個獨享型銀行嘅加額方式。
咁何謂全新客戶時期呢？咁樣，咁我就總結咗2句話去俾大家去參考下啦嚇。咁第一就係獨享型銀行咧，其實係睇你嘅下限嘅嚇。咁獨享即係匯豐啦，佢淨係睇你嘅下限嘅啫，即係只要你有份工有啲收入啦嚇，咁冇個 TU 正正常常咧，咁佢就會批出信用卡俾你，咁然之後你就會得到一個新嘅額度嘅嚇。咁佢其實係睇你嘅下限嘅。咁咧共享型嘅銀行咧係睇你嘅上限㗎，去進行加額嘅。咁何謂上限咧？上限嘅意思咧就係你要向呢個共享型嘅銀行咧去 show 到你自己咧係嘅一啲財力嘅成長㗎嚇。即係話借爸爸3年前申請一張信用卡嘅，咁我當時月入就3萬蚊啦嚇。咁我依家月入5萬蚊啦。如是者啦，我以前得100萬嘅啫，依家有500萬啦。咁呢啲叫做上限啦。你要不停咁樣向銀行展示你嘅資料咧，係比以前嘅上限更加高，咁你先至有機會去加到信用額㗎嚇。咁當然啦，詳細嘅理論或者個具體方法啦，所有銀行無論獨享共享嘅銀行啦嘅加額方法啦，咁大家都可以裝借爸爸個 Patreon 啦。咁你亦都可以反過嚟睇呢件事嘅嚇。咁其實我同獨享型嘅銀行展示我個上限，咁對加額有冇用呢？你可以調翻轉頭諗啦，其實你向獨享型銀行申請加額嘅時候，或者申請新嘅信用卡嘅時候啦，你某程度上你展示緊你嘅上限。如果你想申請呢張匯豐銀行嘅理財信用卡啦嚇，咁其實咧你暗地裏咧都向佢展示咗你嘅上限啦，因為佢要求你咧有100萬嘅資產啦，咁佢先至俾你申請或者批卡俾你嘅嚇。咁雖然你係唔知道佢背後嘅邏輯啦，其實佢已經逼你向佢展示你更強嘅上限嘅嚇。你感覺上自己就冇點向呢個獨享型銀行show肌肉咧，咁其實上佢嘅制度上已經逼你交更多嘅資產證明咁佢先會批到更高嘅理財卡。咁佢用理財卡呢個咁嘅級數咧去滿足呢個上限嘅要求㗎嚇。咁返回翻 BOC 嘅呢間銀行啦，咁佢有咩核心卡係借爸爸一直都推薦俾大家嘅咧？就係呢張 Chase 嘅 VI Infinity 嘅卡啦嚇。咁呢張卡係咩樣嘅咧？轉頭話俾大家聽㗎嚇。咁我點解會選咗呢張卡做呢個中銀香港嘅核心卡咧？咁原因就好簡單嘅啫，因為咧呢張係一張中銀理財戶口附送嘅一個附屬卡嚟㗎嚇。咁你一定要滿足呢個中銀理財戶口啦，咁你先至會有機會出到呢張。咁第二點呢張卡咧就係最高等級嘅 Visa Infinity 嘅卡啦，係 BOC 發行嘅最高等級啦，應該咁講。因為如果唔敢講清楚咧，有啲人又喺度挑機話，咁 Visa 有比 Visa Infinity 更高級嘅卡種噃，你唔識就唔好亂噏啦咁樣。咁一定有啲咁嘅人㗎，所以講清楚啦，呢個係中銀發行嘅最高等級嘅 Visa 卡啦。咁點解借爸爸成日都推薦啲人咧一出咧中銀咧都係出呢張最高等級嘅卡？咁呢張卡啲基本嘢有咩迎新平時簽帳日常簽帳有咩簽帳回贈咧？大家可以睇一睇呢個 post 就知道㗎啦。咁我就同大家講講啦，喺全新時期咧，點解借爸爸一定建議大家先可以的話，條件滿足就先出咗呢張卡先㗎。因為你去申請呢張卡嘅時候咧，某程度上你已經向銀行展示緊你依家呢一刻嘅上限嚟嘅嚇。咁佢要求100萬啦，升級做呢個中銀理財先可以出到卡㗎嚇。咁你100萬咧，你放喺匯豐係唔得㗎嚇，你要一定放翻去 BOC 帳號先至得㗎嚇。咁你冇得放入去之後開咗個中銀理財戶口，聽日轉走喎，咁係唔得㗎。咁麻煩放到批卡啦，因為佢批卡嘅時候咧，佢會同時考慮你嘅資產啦，同埋考慮你嘅收入，咁佢作出嘅批核咧個額度係會比較大啲㗎。同時間啦，為咗取得更高嘅上限啦，咁你就人工嗰方面咧，你就 upload 3個月。咁雖然佢有時會要求你1個月嘅啫，咁你俾多3個月俾佢參考下係 OK 㗎啦。咁記得啦，咁你要攞啲稅單啦，交埋稅單俾佢，咁更加穩陣啦嚇。咁有一樣嘢就有啲人問過我嘅，咁我唔建議大家咁做嘅就係樓。咁到使唔使交埋個樓契俾佢咧？咁我只係申請咗信用卡啫咁樣。咁其實唔使嘅嚇。咁點解咁講咧？樓其實咧就除非你供完啦嚇，你供完晒層樓啦嚇，咁就向銀行展示話咧，佢就會當你係一種資產嘅。咁如果你未供完咧，仲係負債或者按揭緊咧，其實銀行知道你供緊樓咧，你係冇乜着數㗎嚇。除非嗰陣時係樓市大升嘅時期。咁如果唔咁樣做嘅話咧，新客時期啦，唔通過展示我哋嘅上限去申請卡得唔得咧？咁都得㗎嚇。咁好可惜啦，咁你將會得到一張比較低額度嘅卡都用到㗎嚇。咁如果作為額度黨嚟講就唔係幾滿意啦，或者唔知方法就冇所謂嘅。咁你依家睇咗借爸爸，咁希望你參考下呢個方法啦，咁攞到更大嘅數。咁呢個係全新客戶時期要去做嘅嘢啦。咁如果我係現有客戶我唔係借爸爸，我都之前冇睇你嘅片啦，咁依家中晒伏啦，開張卡出嚟一皮嘢，
咁啊5年都唔加額噶啦，中國銀行。咁你放心啦，你就唔係獨例嚟嘅嚇。針對中銀香港咧，我諗有成4-5成嘅人咧都會係俾呢個困擾住嘅嚇。因為咧中國銀行加額咧前中後期咧都非常之困難嘅。個核心意義就係你冇向銀行展示咗你嘅資產成長嘅一啲上限嘅嚇。咁你5年前3萬蚊個月，咁你5年後都係3萬蚊個月嘅啫嚇。咁佢就唔會因為你時間過咗佢就加你額㗎。咁你出新卡亦都唔會加你額㗎嚇。咁啊冇計㗎嚇。咁點樣可以喺現有客戶之下去增加呢啲中國銀行嘅數額咧？咁樣咁其實就呢個唔夠時間同大家講噶，大家有興趣可以去一去借爸爸嘅財智套利者啦，即係 Patreon 入邊嘅，咁我會有講一講更詳細針對所有獨享共享型銀行加額嘅方法噶。咁啊睇到呢度就相信有唔少人都會問一個疑問噶，咁就係如果既然呢張卡要100萬嘅中銀理財戶口啦，先至開到啦。咁萬一我下一年啦，咁個戶口又唔夠100萬，或者好似借爸爸咁啦，長期都唔放夠100萬喺度嘅，咁會點咧嚇？咁啊 BOC 嚟講咧，佢就算你個戶口咧，你開嗰陣時咧放到100萬就 OK 啦。之後你唔夠咧，佢唔理你㗎，多數唔理你啦。咁你亦都係佢唔會取消或者 downgrade你個戶口啦。開咗個信用卡咧，佢亦都唔會取消啦，你都可以繼續咁樣用㗎嚇。咁呢一點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咋。好，咁啊再分享埋第4點啦，就係 BOC 有啲迎新禮遇啲，同埋佢張卡係點樣運用啊嚇。針對呢個 Trust 卡啦嚇。咁其實 BOC 嚟講咧，整體借爸爸係做迎新推廣㗎啦。佢嘅迎新積極度咧係唔係好積極嘅咋嚇。一般嚟講，佢至3至6個月先會做一次推廣啊。咁我依家分享呢個係我自己個實例嚟㗎嚇。咁我通常都會用呢張 Trust 卡咧去訂一啲 book 一啲房㗎，旅行一啲房啦嚇。通常你運用呢張卡嘅時候咧去訂房咧，其實你就可以有呢個 Hotel.com 酒店嘅75折㗎嚇。咁同時啦，你一訂房咧，佢就會送一份旅遊保險俾你㗎。雖然你都唔知，但係其實佢TNC 都已經有㗎啦。同埋呢張卡都幾勁㗎嚇。咁佢亦都有幾次嘅機場貴賓室服務啦嚇。咁有新客嚟講就有1-2次係唔使簽㗎嚇。同埋佢都可以半價去 book 一啲機場接送服務㗎嚇。咁後邊嗰2個有啲人用到，有啲人用唔到啦嚇。但係 so far 嚟講，免費卡嚟講咧，呢張卡係非常之強嘅。咁詳細咧，你可以睇翻我呢個post 啦嚇。咁呢期佢個推廣搞啲乜咧？咁你都可以望一望啦。因為我呢條片主要唔同大家講推，咁我反而會想同大家分享下去點樣去呢個Hotel.com 訂房同埋75折嘅嚇。咁其實就都簡單啦嚇。借爸爸個網度咧有 Hotel.com 一啲折扣優惠碼嘅。咁你撳入去啦嚇。咁由於時間嘅關係咧，條 link 咧我都embed 咗入去㗎啦嚇。咁你就撳呢個啦嚇，佢有個手指撳落去，咁佢就會自動幫你跳轉咗去可以用到個75折碼嘅一個網頁㗎啦嚇。咁你自己輸入係唔得㗎嚇，你記得撳一撳呢個，見到呢個中銀 Trust 卡預訂同一酒店4晚或以上咧有75折㗎。佢話俾我聽咧就係額滿即止。咁我又去咗 Hotel.com 度啦嚇，咁求其打啲嘢落去啦，咁我亦都求其揀一間啦嚇，咁呢間酒店啦，咁間都一樣嘅啫。咁呢張 Trust 卡咧就有別於其他嘅AE 白金卡啦，或者係一啲 City 嘅 Prestige 嘅卡嘅嚇。咁佢係冇乜特別嘅要求嘅，只需要你 Hotel.com 訂無論中階、低階、高階酒店咧4晚以上咧，佢就有75折㗎啦。咁唯一需要注意嘅咧就係你一定要4晚先得㗎嚇。咁因為佢個 TNC 度規定咗啦。咁借爸爸就示範啦嚇，咁整夠7萬嚇。好，咁求其啦，磅水啦嚇。咁去到個磅水畫面啦，咁佢話你輸入啲資料嘅，咁大家都輸入自個人資料啦。咁重點就喺呢度啦嚇。咁佢咧就叫你apply一個曲㗎嚇。咁撳入去啦，apply個曲。咁然之後咧就撳入翻呢個 BOC 嘅曲㗎。咁個曲係邊度嚟嘅咧？咁你可以睇翻我網，就係 BOC 嘅 Trust 有個 S 嘅嚇。咁OK 啦，呢個係佢個曲啦。咁如果未入曲之前咧，佢就係一共就搞咗12000幾蚊啦嚇。總共6萬，咁12000幾蚊啦嚇。detail 就係呢啲啦。咁我哋一撳咗個曲，撳 apply， 好，咁個曲就會直接生效㗎啦嚇。咁佢就會減咗2800幾蚊嘅，咁佢就會變翻9600幾蚊。咁非常之暴力簡單嘅啫。咁除咗呢個75折之外啦嚇，入咗曲75折之外咧，其實咧你都同時咧可享有一份旅遊保險嘅保障嚇，咁高達780萬㗎嚇。咁詳細嚟講，佢個 TNC 都有講㗎啦嚇。只要你係攞呢張卡啦，支付交通啦、住宿或者旅遊套票啦嚇，咁就可以啦。不過大家就有疑問就都係打翻佢嘅電話問清楚啦，因為佢啲 TNC 成日變嘅嚇。咁我都係同大家講清楚啫。同埋佢呢張卡都係可以入機場貴賓室㗎嚇。如果針對一個免費卡種嚟講咧，佢嘅着數都相當之強勁啊！咁如果你想通過呢個訂酒店再賺多啲得唔得？咁呢張卡咧係可以同佢中銀嘅狂想派推廣咧係疊加㗎嚇。咁佢呢期嘅推廣啦都出咗㗎啦，去到1月1號啦至到6月30號㗎嚇。咁你喺紅日去訂咧，咁佢會有多着數俾你嘅。
咁譬如你1月11號啦去訂呢個 hotel.com 啦，咁你滿足到佢嗰個類別啦，咁個紅日就有5% 啦，咁平日佢都會有額外2% 噶，咁當然啦佢設有上限嘅。咁呢個狂想派咧就一定要登記啦嚇，咁點玩咧？咁你撳呢個立即登記咧，咁個網就會帶咗你去呢個 BOC 個網度，咁直接撳立即登記就可以噶啦。咁之前都有講過啦，中銀嘅信用卡嘅推廣咧就唔係好算積極嘅咋，咁但係呢期咧去到呢個1月30號啦嚇，呢張卡咧都係做緊推廣㗎。但係你要全新客戶咧先至有呢個Money Hero 送出嘅額外禮遇啦。咁呢期咧就因為你可以揀800蚊嘅 Apple Gift 卡啊，或者現金券啦。咁除此以外咧，咁中銀本身自己咧都會送一啲迎新優惠貨呢張卡㗎。咁去到6月30號啦，咁佢亦都有啲任務要求。咁你滿足到咧，佢會額外最高送81萬分俾你嚇，咁相當於54,000里嘅嚇。咁佢用分轉翻里數咧，咁就唔需要額外嘅手續費㗎，都幾着數㗎。好，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住咁多先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